人生的领悟，从断舍离中看待生命的旅程。《断舍离》这本书不仅教我们如何整理居家物品，更深刻地启发了我们关于生命的哲学。书中提到的那段话，你走过的每段路，其实都会是一种领悟。要坚信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，是一种生活智慧的凝练，也是对人生旅途的真实写照。一，走过的路成为内心的财富。人生的每一步都留下了印记，无论是坎坷还是顺遂，都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样子。每次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或许会感到不安，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能够跨越。但是，当回首过往，那些曾经的挑战反而成了我们成长的见证。一，阅尽世间百态，看淡世事冷暖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高山和低谷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世界的真实模样会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。那些曾经令人困惑的人与事，最终让我们学会分辨真挚与虚伪。理解这些，并不是要让我们对生活失望，而是提醒我们要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生命的无常。二，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养分，无论是成功的喜悦还是失败的痛楚，都在无形中丰富了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用心去感受、去反思，每一段路都成为了内心的财富。这些经历教会我们，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抵达目的地，更在于沿途的风景。二，苦难是生活的插曲，态度决定一切。在生命的长河中，我们无法避免风雨和挫折，但正如断舍离中所言，看开即是花絮，看淡就是云烟。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智慧的视角，改变不了现实，就改变看待它的态度。一，接纳苦难，转化为动力。生活中的困境往往是短暂的，但当下的痛苦却常让人感到无法承受。接纳它的存在，不是屈服于命运，而是找到与之共存的方式。每一次跌倒都是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，将困境视为挑战，能够激发出我们的潜力。二，放下执念，学会看淡。执着于一个不可能改变的结果，只会让我们陷入痛苦的漩涡。学会放下，并非放弃，而是懂得取舍之道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未来，曾经的挫折就像云烟般散去，不再束缚我们前行。三，风雨之后的彩虹，坚信美好的存在。断舍离中的智慧不仅在于面对当下的困难，更在于相信困境终将过去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而非100米短跑，我们需要耐心和毅力，等待雨过天晴的那一天。一，积累信心，为未来奠定基石。每一次成功跨越困难，都为我们的信心注入了新的能量。这种信心来自于对生命规律的认识，黑夜过后是黎明，风雨过后是彩虹。我们不仅需要相信这一点，还需要用行动来印证。二，寻找生活中的美好。即便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，也总有些许光亮值得我们珍惜。那可能是一句温暖的问候，一抹灿烂的阳光，或是一个亲密的拥抱。这些微小的美好，正是支撑我们度过难关的力量。四，从断舍离到心灵的释放。断舍离的核心理念是物品的整理，但其更深的哲学是心灵的释放。我们在整理物品的同时，也在清理内心的执念，让生活变得更简单、更纯粹。一，清空不必要的情绪负担。人生路上的挫折和困难，常常给我们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。通过断舍离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学会清理那些不必要的情绪负担，比如对过去的悔恨，对未来的恐惧，让心灵保持轻盈，才能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每一天。二，聚焦当下，活在此刻。我们常常被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，却忽略了当下的美好。学会断舍离，其实也是学会聚焦于眼前的生活。活在此刻，珍惜当下，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丰盈。五，结语，活成一束光，照亮自己和他人。正如断舍离中所说，生命的每一程都是经历，所有经历都是成长。风雨、挫折只是生活的插曲，而我们的态度决定了如何演绎这段旋律。坚信雨过天晴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段路，最终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然活成了一束光，不仅温暖了自己，也照亮了他人。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，继续在人生的旅途上前行。每一次风雨都是一次重生，每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。